7个月前，我遇到过3个劫匪。你为什么这么怕我？和你长得特别像。我现在就是你的掌中之物，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。只有你死了，我才不用再玩这个变态的游戏。我一直在做同一个噩梦，不管我怎么挣扎，我都醒不过来。我他妈竟然喜欢上你！你是什么人啊？为己方做事的吗？我已经不是一个人。沉重越來越愛，就算一切沒記載，醞釀會再有氣概，跟處境比賽，在途上就算。